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来看惹出牛肉面事件风波的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昨昏时调发言人，虽嘛获批准，伊表示因为在野党挑工政治操作，伊已经无法度替团队加军，所以请辞。对今日开始，行政院的秘书长李炳干暂时兼发言人的职务。 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15发声明表示，最近所引起的争议，因为在野党超过伊在做政治操作，和伊发言人的角色甲工课无法度替团队来加分，所以向院长苏贞昌请辞得到核准。风波就是昨晡伊无设置讲唔对台北冠军牛肉面店使用的就是奶牛，而且后尾阁发生拍通便要来请公款的争议。我其实是想要把那个 订单给老板当一个见面礼跟他顺便跟他致歉了。但是我因为出门前没有讲清楚，所以秘书在登载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放了统编。但是其实这一笔钱是从头到尾我都说要自己出啊。 有民众向内政部甲台北市警察局来检举，认为丁仪明放假消息就应该查办。刑事局认为讲个性的要件无符合，暂时无分案侦办。毋过台北市中正义分局已经同意受理，对争议伫咧谈。行政院长苏贞昌2天已经4摆来替丁仪明回信咧，毋过政治风波还未煞。内政委员会要求丁仪明再来进行专案报告。我们很对不起，我们做得不够好。 那作为政府，作为公众人物我们接受立委的指教我们也接受各界的检视。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细心检讨，赶快改正。希望讲唔到话的代志到这就煞。丁仪明去立法院报告进程就先请辞，16开始由行政院秘书长李炳安暂时兼任发言人的职务。那些受到影响的业者，15半暝伫面册抛出甲村的人做伙食牛肉面的相片表示。 想到过去这50几点钟，就若像是做一场梦。即马所需要的，毋是伫遐烦恼，是回去厝里陪囡仔食一碗现煮的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汉古台，这是调查局查毒品，结果煞甲要送检的毒品，送甲拍无去，拢总有6公斤半的毒品，毋知走去倒位。而且代志已经过1冬甲大局无消无息。 调查局查毒品，就惊毒品流入市面，毋过却传出有调查人员将要送检的毒品碰见。产业处基隆站去年侦破一个贩毒案件，所将6.5公斤的贩毒证物碰见。调查局也证实有这个代志，而且对1年也无消息。因为那个基隆站也是最近才跟我们主管部回报的这件事情而已。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内部也都在做一定的了解了。 原来当时行业处基隆站去年侦破这个毒品案，未送检确认成分，承办的姓检的调查官交代另外一名姓郑的调查官，将物证送去检视科学处，毋过后来等无结果。检视科学处表示无收到毒品物证。行业处基隆站找这名姓郑的调查官，伊表示为家人到新店的路途无设置碰见，行业处想要私下找回来，1年也无结果。现在我们内部还做行政调查了，那 该有的一些行政调查、一些做法，我想我们具体都会来做了。该负责任的相关人等，我想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对外说明，好不好？调查局表示，会造成专案小组对相关经办人员研究、加测别查、运送过程是毋是出问题，相关人员乃只互姓郑调查官一人运送，拢是爱调查疑点。记者综合报道。 阁发生银行的专员假钱，这是台新银行中和分行一个姓周的专员协助客户投资的时，偷用3个客户的存款，大约3亿。即马代志曝光了后，这个专员已经被警方抓去啊。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钱都要拿去了。 对记者问题无要回答，伊就是台新银行中和分行理财专员，姓周的10人有客户最近向台新银行反映账务无正常，银行展开调查，发现是姓周的理专涉嫌耍用至少3名客户存款，金额新台币3亿，是理专盗走客户存款史上上悬的金额案件。他是从99年6月开始就利用在银行担任理专的这个职务之便借由推销金融商品，还有私下能够协助客户来投资之事等相关的理由，要求客户在多张的这个空白的出款单上面再来用印
或者是签名之后，私下再将客户的账户的金钱汇款到自己的亲友的账户内。因为个人投资股票机会失利，利用客户的信任盗走三亿。甚至为理转地事后马上失去联络，经过检警追查，14伫新北市将抓到案，专案以违反业务侵占加洗钱防治法继续侦办。初步了解客户是非常的相信这个周姓理专了，所以周姓理专也利用这个取得客户的一个信任私下来将客户的金钱来汇到他自己私人的账户。金管会接到台新银行通报重大违法事件，按照规定通报了7个工作日要提交查核调查报告。台新银行发声明表示，除了负责保障客户权益，对涉案当人也依法扣办。这是今年国内发生第3件理专盗用款项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头偏东风，各地侪份较好天，水气毛较减。咱来看上新的分图。这礼拜除了正方面的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地渐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份较好天，温度嘛明显回升。西半部高温有30度，也毋过早暗温差较大，低温大约是19度到23度，日时暗时温差真大，爱脱衫。天气真好，空气品质就无啥好。这礼拜西半部空气品质拢较歹，尤其中部分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甘仔式的级数。所以镜头来关心印度，印度的空气因为疫情的关系，风声几若个月了后有变较清气。不过近日11月份，农民阁开始咧烧稻草，首都即马空气阁变歹，已经达到严重的级数。印度的雾霾季过来首都新德里拜日空气雾茫茫，对面驶来车强要看无。印度3-4个因为疫情风声时阵，北部省份的空气污染有较好，喜马拉雅山伫咧200公里外也看甲清清楚楚。也毋过11个农民拢会烧稻整理农地，国家工厂汽车所排的废气，一寡垃圾空气，定定因为冷空气作用，条条的袂振动。德里监测 PM2.5 的空氣品質指數，拜日清懸到每立方公尺534微克嘅嚴重等級。हमें फॉग की वजह से आगे दिखने में दिक्कत है, आंखों में जलन सी मचती है, सांस लेने में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है। इससे बहुत सारी परेशानियां आ रही हैं, लोगों को भी आ रही हैं। बहुत पॉल्यूशन हो रहा है, बहुत लिमिट से ज़्यादा हो रहा है जी। देखो बिल्कुल दिखाई नहीं दे रहा, जलन होती है। 官方的資料顯示，伫咧過去5天，新德里的空氣品質指數攏伫咧500以上，降袂落。研究也顯示，空污增加會造成新冠肺炎的確診率加死亡率明顯增加，也予印度的疫情更加嚴重。台灣要甲印度加強關係，原能會的核能研究所就甲印度簽協議，協助發展新質能源，改善空氣品質。事實上，國內最近已經開發出一些新的技術，能夠把農業廢棄物利用生物分解的方式，把它轉換成生質能源。那我們最近已經跟印度合作，把這些技術呢能夠逐步轉移到印度，希望能夠逐漸的協助印度去改善它的空污問題。稻草這款農業廢棄物無果再用燒的，是來轉化成做生質能源。透過台灣、印度相關技術的合作，會當幫助印度提升空氣品質。記者綜合報道。大家鄉親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健保費率要調懸，這禮拜5要討論。目前健保費率是4.69%，每年若是要達到財務平衡，恐驚愛調懸到5.5%。也毋過考慮到疫情，行政院高層即馬是希望講這費率唔通懸過馬政府時代的5.17%。來看聯合報，喺掠起機車碰碰叫錯人耳，環保署提出科技執法測聲音的翕相機，明年元旦要實施。國民黨的立委嘛提案要求提高罰金，環保署嘛按算修法，起機車噪音超過標準，即馬是罰1800到3600，未來按算要罰3600到7200，暗時會罰閣較重。來看《蘋果日報》，台師大研究生黃顏傑舊年借33張日本時代嘅老相片，予高雄女中，也毋過即馬學校說講相片攏碰見希望賠錢準刷。黃顏傑不管學校這款態度，拍算要提出告訴。高雄女中校長昨昏佇官方網站公開回釋咧，嘛答應講會繼續過來去找。昨咱
国内阁新增加2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病入境的案例，最近1礼拜已经加25例，而且阁出现检疫期满了后验第3摆才确诊的案例。指挥官电视中表示，这款案例未来可能会哪来哪济，要安怎做会甲专家讨论。国内过去1礼拜增加25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病例，礼拜新增加的2个个案，一个是长期住伫日本的40多岁台湾籍女性，在月初伫日本出现感冒甲皮肤味这症状，顶礼拜甲厝内底人转来台湾，伫机场主动通报有症状，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个案是30多岁台湾女性，长期伫美国工作，顶礼拜转来台湾，伫机场出现皮肤味、食无味的情形，入境采检了也确诊。个案同班机的接触者共12人。所以其中同行家人1人及前后2排座位旅客3人都列居家隔离那机组员8人则列自我家管理。另外，对进前个案599伫检疫期满，坐高铁等去厝的路的，才有通知确诊。指挥中心解说，个案其实已经采检2摆阴性，因为所得看起来小可有无啥正常，实验室拄好引进新的试剂，就搁验1摆，结果确诊。但市场分析，新冠病毒多变，未来相关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多，会甲专家学者来讨论因应的方式。第2天他们有新的试剂来，因为他们在第1次检测的时候就有注记这样的一个检体说有一些小疑问，所以他们就把检体再验过1次，然后就赶快把它紧急的把它召回。未来像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随着病毒的多变性，然后加上这些检验的试剂的一个进步，那将来会有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会跟专家来研议。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今日秋冬防疫工作不用放松。即阵秋冬防疫专案已经由地方政府提登去，指挥中心会甲地方政府开会进行详细进行讨论。原则上，教育学习者8大类场所，拢会先管防疫等级，避免秋冬疫情搁再升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400万例，死亡人数有13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602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例，日本已经超过1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100万例，印度超过881万例，巴西是超过584万例。欧洲的国家，法国已经超过191万例，已经超过俄罗斯，即马是全世界第4严重的国家。西班牙即马已经因的病例超过149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37万例。欧洲的疫情嘛真严重，希腊伫这个月初确定病例大大增加，英国要实施全国的封锁，因为医疗体系嘛真严，当前的加护病房压力真大。因的官员除了要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嘛呼吁因的国民要做好防疫措施，才袂去造成医疗负担。Είσαι στη μονάδα εντατικής θεραπείας. Είχες ένα πρόβλημα με τον αναπνευστικό σου. Δεν μπορείς να μου μιλήσεις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 γιατί έχεις ένα ψωμίο στο στόμα. Θα τον βγάλουμε και θα μου μιλήσεις. Με καταλαβαίνεις που σου μιλάω? 这是伫咧希腊第2大城塞萨洛尼基的一间病院内底当前加护病房。最近这款的对话是愈来愈多，新冠病毒的患者到呼吸器的时阵，心内是真惊吓。毋过，敢若会当甲性命交互医疗人员，医护要救命嘛，承担真大的风险甲压力。第2波疫情的感染人数比第1波高5倍。Και αυτό που έχουμε δει μέχρι τώρα είναι ότι οι ηλικίες είναι πολύ χαμηλότερες από όσο ήταν. Αντί για τους 80'άδες έχουμε πλέον 40'άδες, 50'άδες και 60'άδες. Ο φόβος με αυτή την εποχή σαν γιατρός είναι ότι ο αριθμός των ασθενών θα είναι τόσο μεγάλος που και δεν θα μπορείς να τους εξυπηρετήσεις όλους και αυτούς που εξυπηρετείς. 这间病院目前新冠病毒的专职医护150人，治病患者152个，当前加护病床37床，已经用32床，照顾因的医护有的感染过，而且恢复即摆已经重新转来。辉瑞甲德国生技公司帮泰克保护消息，研发的疫苗证实保护的效力有90%。医师知影拢真乐观，毋过嘛是真谨慎地看待。Προσωπικά είμαι αρκετά επιφυλακτικός στο πότε θα έρθει, ποια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ότητα θα έχει, ποιο μέρος του πληθυσμού θα προλάβει να εμβολιαστεί. 11月初，塞萨洛尼基的疫情向升悬，卫生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伫市内病院的当值加护病床增加50床，准备要应战。Θα καταφέρουμε να τα απεξέλθουμε, αρκεί επαναλαμβάνω να αναρωτηθούμε τι πήγε λάθος.
希腊的监控官员表示，即马是上艰难的时阵，而且压力真大。俄罗伊号讲话嘛，拜托全民爱遵守防疫规范，因为家己保护好好，但是对医护人员上大的尊重。记者综合报道。那最近中国接伫进口食品的外包装验到新型冠状病毒，为着避免进口食品甲病毒传入去中国，中国海关即马加强体检，嘛暂停进口一寡国家的冷冻食品。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100多间公司的冷冻食品袂使入去中国。从阿根廷一家牛肉生产企业进口的2批冷冻去骨牛肉产品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中国连续检验出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含有新冠病毒。中国海关总署赶紧宣布，即日起暂停接受阿根廷牛肉进口新补4礼拜。为了避免新冠病毒相关食品输入中国，中国官方下令暂停进口冷冻食品。对发生员工感染新冠肺炎的20个国家99家企业，采取了暂停其产品进口这样的措施。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其实早在今年6月，包含北京、辽宁、安徽、福建、山东这10外省，拢不伫进口冷冻食品也是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海关总署讲，已经甲贸易商大约109国来进行沟通，强调即要发现员工有互相相互感染的情形，产品就要暂停输往中国。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提醒，新冠病毒应在冷冻食品运输期间存活几啊礼拜。就算伫外包装也已经有接触传播。无症状感染或者呢轻症病例啊，可能呢这个带病从业冷冻食品加工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受到污染的可能就加大。冷冻食品外包装正做新冠病毒传播方式之一。进前中国一间5省份通报验出外包装，发现有病毒阳性反应。不过，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即阵无证据指出有个案是因为包装器为着病毒。不过，建议收到国外进口商品的时阵，先用次氯酸水消毒。你若是摸过冷冻食品，尽量莫去摸目睭、喙甲耳仔这所在，并且强调食品物件一定爱煮过、煮熟了后才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香港玉器街有一栋旧公寓厝，昨昏发生火烧，造成7个人死亡，也有10个人受伤，伫病院抢救，其中有7个人有性命危险。来关心英国首相强森今年3月底去会到新冠病毒，即马佫风声讲伊最近有去接触到感染者，即摆伊乖乖啊自我隔离。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佮透过 Twitter 表示，会提出大案件来挑战大选的结果，嘛讲会证明即摆的选举无公平，而且违反宪法。美国大选，拜登选赢，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正式甲拜登外交顾问通电话，嘛代表咱台湾政府搁一摆对拜登讲恭喜。咱总统蔡英文嘛强调讲，面对国际局势大变化，只要咱保持冷静甲信心，就亲像做投手共款，一球一球投好势，就当发挥实力。好，投出。垒球轻轻一片开出第一球，再起总统蔡英文教大家和平共恒。垒球锦标赛开播，各台湾女美选手王建民甲陈金峰有名话，强调一球一球投，球来就派精神，发挥上好实力，暗示台湾应对多变的国际形势。其实台湾面对各种的挑战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疫情、经济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只要我们沉着冷静，保持信心，一球一球的去投，我们就可以发挥最好的实力。另外，驻美代表萧美琴也伫15号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外交顾问布林肯，代表台湾政府祝贺拜登胜选。这电话差不多45分钟，都要祝贺高级团队，希望伫台美继续深化合作，也强调美国国会甲日前政府对中华台美关系跨党派支持。那当然，基于政府的立场哦，我们对于美国的选举，我们是外国政府，我们没有什么立场。但是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2个党都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大致拟定后，外交部及驻美国代表处持续透过各种适当方式与拜登团队保持顺畅的沟通联系与良好互动。也向现任的川普政府传达我方由衷的感谢。萧美琴也甲美国代表视讯对话，也讲到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会伫20登场，也是台美经贸关系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
甲区域经济有关系协定 RCEP 伫越南正式签署，未来有签的15个国家未互相扣关税，这是对咱台湾的传统产业，亲像石化、钢铁、机械、纺织，拢会造成正大影响。因为这个协定是由中国咧主导，所以学者是认为讲，咱台湾短时间内无可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15日越南举行东协视讯峰会完成签署，这是由中国主导全球上大自贸协定。会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加东协10国，15国合计经济规模达到23兆美金，大约占全球 GDP 3成。在无久的将来，这15国互相会有零关税优惠，对台湾部分的产业冲击不利大。RCEP 对台湾的厂商一定有冲击，中阶产品以下必须移到这些 RCEP 的国家去生产，那高阶的当然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工总表示，产业冲击是难免的，不过已经提早因应。近年来是真拍拼转型，也是到东协国家市场降低关税冲击。学者表示，部分产品销往东南亚，依然必须负担6%的关税。也个未来甲咱国出口产业定态国家会经由 RCEP 互相降税，相关的产品会比台湾更加有价销优势。有讲受到 RCEP 降税冲击的产业，包含石化、机械、钢铁、纺织，这影响上大。冲击当然是会有，但是绝对不是像之前讲说是核弹级的啊，我会形容它可能只是一个手榴弹。既定的零关税比例就已经高达90%来说，他们这次降税可能会把零关税比例压到92%，大概会增加2% 的产品。另外一个影响真的会比较大的，其实是在 RCEP 架构下，未来中日之间会利用 RCEP 对彼此降税。学者表示，台湾主要出口产品以科技产业上税，即阵销往东南亚、日本这国家拢是零关税，无受到影响。不过部分的传统产业关税冲击，正要看是不是能加入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也有台美 BTA 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昨早有一个71岁姓区的乌子桑，甲某囝去阿里山爬山，雄雄感觉心脏无爽快，倒落去磕着头，虽唔知人。为着要救人，阿里山的小火车倒退路，挖近2公里去救人，不过也是不幸救无回来。阿里山的大路边，救护车是嗷嗷叫，救护人员赶紧救出探架，加这个也装着自动心肺复苏机，已经昏去的查甫人送医抢救。救护人员到了现场的时候，该名民众已经 O 卡，我们立刻实施 CPR， 然后装上卢卡斯，然后由临铁的列车后送到樟脑寮车站。警方调查，71岁姓区的查甫人，早起9点，甲太太、甲查某囝一家3人到嘉义阿里山独立山去爬山，中途休困的时阵，敢若心脏无爽快。倒向下头壳去弄着，就安尼死昏昏去。为了节省时间，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决定甲开往本期湖的阿里山小火车倒退路2公里，转来独立山车站接病人，最后送到樟脑寮车站，由救护人员抢救。警官赶紧抢救，病人医院在到医进前也是救无起来。车上所有的旅客也都用同理心的一个对待的方式，他们都非常的支持。因为失败救援，和森林铁路311车次延误28分钟，总共影响187名旅客。不过民众知影原因，拢会体谅接受。而这也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成立以来头一摆再送受伤病人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驻地条例是规定讲，即马摆摊的所在拢爱先申请核准，所以随北夜市啊无经过许可爱收档。结果顶礼拜六也是有人去摆摊，一寡店头是希望讲会当协助因合法申请，互因有法度做生意专家。假日一到，有40年历史的高雄随北夜市人车真多，光响响。不过因为落日条款，随北夜市无摕到夜市许可，在市府公告之下，顶礼拜3就要结束营业。不过礼拜六部分摊商依然在营业，警察到场对违规的摊商开单。那里面我有去，我现在在那边排，没生意，应该是拜托啦，卖到开啦。接落发一张红单，就要称字。虽然不是每一档拢开，不过现场差不多180个摊商决定互相合作，并分发单照常摆摊。对摊商的不满，警方解释，开发是因为违规占用道路，严重影响交通，才对34位摊商开发单。从小放到大，从我出生就都在这边，很难过啊！我希望他能够看到很多警察。议会到底准驳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那这段期间的过渡期间，我们基于照顾摊贩生意也维护居民的权益的部分，我们会尽量去协调这个摊贩做好自主管理。高雄市经发局表示，夜市落实条款为101年修订了后，一直拖到109年才强制实施。除了成立委员会遵守环境卫生这规范以外，要提到80%居民同意。以即马随北夜市分成礼拜3甲礼拜6两个自治会来讲，所只提到38%甲45%居民同意数无达到抗战。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店可以亮灯，打我们的灯，打我们的摊位？那是因为大家居民同意啊。随北夜市为5月中开始申请，期间一直保行，虽然到11月截止至进前，也阁无法度有过半同意书。目前申请许可已经送到议会审查，但最后的决议，暗过当中540年的夜市老字号不应该就安尼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台中捷运绿线对今日开始，按早起7点到暗头8点试营运，互民众免钱坐一季节。工作人员伫进行设备测试，确保运作正常。台中捷运绿线这个月16号就要开放民众免费来坐1个月，真侪民众已经真期待这条等了11年捷运。等很久啦，从国中等到现在。我来看一看也很好。那我台北的朋友来，我可以跟他们介绍啊。台中捷运绿线伫今年10月愈看了后，11月得到交通部营运许可，嘛目前台中唯一一条的捷运，将会使甲市民见面。16号开始试营运期间，时间为早起7点到暗时8点，将方时间班期是5分钟，离峰时间8分钟一班车。中捷公司表示，试营运的期间就是要来进行压力测试。我们也观察一下尖峰时段可能的载客量的状况是怎么样。假日的部分，我们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说假日、周六、周日，特别是免费试乘，会不会有一些人潮的问题？中捷公司表示，除了要来了解乘客所运的状况，面对假日或者是尖峰时间大批乘客涌入，站后应变甲疏导机制，以及列车自动控制甲管理的状况，提供12月19号正式通车的参考。而不少民众表示，希望使加强周边的交通接驳。当然会希望多一条线啊，对吧？像台北那样子方便很多。公益路上比较多吃的，好像没有。其实公益路好像没有捷运通啦。哦，这样子，所以觉得说它的易达性还是不太够。还不太够。民众表示，目前干那一条线，希望加强公共运输的密度。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除了有3站个代替广告，卖班点调整公车的路线，透过转型和效应扩大。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若新通车的公共运输，也有伫新北市淡海轻轨的南海线，昨下晡2点正式通车，有加3站，对即马开始到12月14，嘛用电子票证会当坐免钱的。今若7月车厢开始行，淡海轻便铁路南海线头一期在下晡2点正式通车，真侪民众赶紧来坐看卖。这条轻便铁路是台湾头一条沿跨着台湾海峡的捷运路线。对渔人码头这站经过沙仑、台北海洋大学3站，风景很漂亮，特别是在跨海大桥那一段，然后人蛮多的，还蛮稳定的，不过有点挤，人太多了，然后刷卡没有很好刷。早起由新北市长侯友宜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启动通车典礼，两个人拢希望淡海轻便铁路拍通当地观光休闲产业。而原本要驶入去淡海老街，和点头反对的淡海轻便铁路南海线第2期，即阵想要改行豪华路线。这一条街要让客人用徒步的，这样比较有购物的意愿。你这样子的话，这一条街人就没有人来买东西啦。这一个渔人码头站施作完毕以后，面对就是南海第2期，我们现在在修正，回报交通部在核定当中。更重要的，淡江大桥，2024即将完工，上面借接的8里轻轨，那串起我们整个淡水、8里整个北海岸。即阵南海线第2期豪华路线方案，新北市已经报交通部审批中。侯友宜也话讲，要予淡江大桥在2024年完工，连接淡水8里北海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股市伫顶礼拜受到以风险开发乐观的消息带动大起，咱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嘛起
83点，指数是冲关到13426点，佮创下新高的纪录。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再来地方放送头，咱甲镜头来去台南。台南后壁的无米乐社区出产过冠军米的红英米厂，过去13档，拢坚持用稻仔甲鸭共生的方式来种产。鸭伫产地加杂草甲糖，就当唔免用农药。这是上好的食农教育，嘛是生态的自然教育。我见200只鸭伫田中行来行去，因为鸭是杂食性的动物，啥物拢食。来到田地，因食杂草也食糖，甲成长的稻仔同齐共生。这里的环境、空气、水源都要很好，有生命的鸭子才能存在。一只的鸭，逐工自早起到暗时伫田地四过行，都伫行来行去的时阵，会当输伫稻仔顶面的露水滴落来，减少蠓虫的滋生。稻仔共生就免喷农药，唔但减轻农民的工作，也会当种出更加健康、更加好食的稻米。它的鸭掌非常大，它的鸭掌大当中，它可以刺激稻子的根往下扎根，还有最重要的是，它很早就起来工作，然后把田里面的那个叶子的露水都会用不见了，就不会滋生很多病菌哈。它的排泄物还可以当肥料，所以呢，鸭子可以帮农民工作当中呢，让农民很轻松。虽然稻鸭共生，也会有大约1成的稻米伫生长的过程中，就叫鸭食掉。不过，红兴米厂表示，几啊年来推广稻鸭共生，坚持优先耕作，因更较了解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而且因的田都是一个上好的生态，是农教育的场合。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彰化鹿港的杨厝社区有一阵潜水的志工队，逐日的透早拢会出发去摒扫社区的环境。这阵阿公阿嬷相帮伴，嘛做伙维护社区的环境。透早天光，这阵阿公阿嬷有人举扫帚，有人举铁白啊咧扫树叶，个人光脚啊咧锯树蛙，正人做甲干插楼，斗阵甲杂草树叶摒清气。这是鹿港的杨厝社区潜水志工队，社区的阿公阿嬷三甲维护环境。咱在老志工哦，大家拢透早就来报道啊，大家拢流汗呢，来食早起。感谢咱鹿港镇公所嘛派着清洁队，伊的清洁人员，甲伊的清洁车来甲咱支援。规队的树叶、杂草甲树枝是这阵阿公阿嬷同齐合作，斗阵举铁白啊拼出来的成果。这阵老志工已经有好通享福，煞无点处理责任员，佮愿意行出来最好守护社区环境。杨厝社区啊，真的很感谢有这些潜水团、这些长辈的帮忙呐，不然的话，其实一般的年轻人都要市农工商，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社区真的有很多的公园，包括绿美化的地方，都是靠这些长辈平常的帮忙的整理跟维护，所以真的是看到他们都那么努力在做了，所以我们身为年轻人的话，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杨厝社区这阵潜水志工队，阿公阿嬷唔惊艰苦，贡献家己的时间、气力，试过为社区摒扫，也带动少年家加入，最好让杨厝社区保持清气。记者综合报道。当年9月份到10月份，拢会开花的高价，花艺合作田根子草。花冷去了后，就红淡掉。不过台南即马有社区甲学校合作，把这叶仔摕来做泥布，即马技术已经真稳定啊！未来嘛，望会当开发文创商品。即寡无共色做布，拢用实物捏出来。台南市大内石子内社区和台南艺术大学合作，推出用田根子草的叶仔来捏布，而且布料也影响到捏出来的色水。另外，当然有来爱纸嘛，通摕来捏。左手边这是用洛梨纸在做的染剂做出来的染布所以说农废弃物再利用。那在我的右手边这个叫田根子草它的染剂那它有分它不同步种所染漆的东西会不一样。这个我们经过南艺大的博士们在教我们社区的志工，洛梨纸下去煮，浸泡的时间。跟它重复性，所以说它染出的颜色会有所变化。这片看起来像干芒的田根子草，台语号做高架，和干芒无共，伊是生伫河边的沙石地。逐当的9月到10月是伊的花期，不过伫花冷去了，就会红当做废物。但是社区和学校做伙实验，
好应有新的用途。发展农废弃物再利用，而且田埂草已经忙完开完之后，把它做我们的工艺品，造成社区经济。未来社区人也希望透过布料开发相关的商品，好废材会使搁再利用，也促进遮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台湾大学举办92年校庆活动，而且头一摆推出全球形象影片，要加强国际宣传。那台大最近发生3件学生囡仔行底路想袂开的代志，台大校长关仲敏是表示，已经启动相关的机制，要加强辅导。We are dreamers. 拍开笔记型电脑，学校什么所在随时拢会进行学术交流。台大全球形象影片传达思辨连结影响力3大核心价值，全英文发射，向国际行销台大。这是台大创校92年头一摆推出形象影片，算是未来唔纳税更加要讲的决心。台大也讲未来拍破传统大学固定方式，和学习更加用的随机调整。我们将举办未来大学高峰会，将呈现许多老师、同学和校友们在长达1年多的讨论中，对未来大学教育的理念和规划。校庆典礼一校历任校长结束校友，因过过去1礼拜连续发生3桩学校安全事件，也学校内底气氛有点仔低。校长关仲敏致辞，以家己的经历分享，讲家己也捌拄到心情真歹时期，必须求助专业才好都行出来。收集老师和同学们的建议，紧速拟定新的预防与保护措施。台大所有的学生都是台大最重要的资产，台大的所有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会少，让我们一起努力。关仲敏分析学生可能无快乐的原因，亲像所学的无符合所需要，也是厝内底期望真大，也可能无法进入校园生活顶。学校已经组成学生保护专案小组，下礼拜起安排新的预防甲保护做法，补强现有学生辅导机制，并且会在高风险的所在成立安心小站，对预防方面加强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的大西乡有一间真有气氛的海口故事屋，因为是日本时代长官的宿舍，即马透过管府修复，让这栋有60-70年历史的建筑物有新的生命。会当伫遮办活动、看展览、听故事，嘛真做当地重要景点。伫咧木造的日本建筑内底，一群幼儿园的囡仔真认真咧做阿布岛。另外一边嘛有长照中心的时代来咧参观，遮因过是云林大西的海口增长馆舍，自日本时代起好用较大的历史建筑，经过管府修复了后，即马正做海口故事屋。讲好了呢吼，唔捌管这事只起只去落去的去只主事啊，来遮娱乐，就看一册呢，迄个哦袂歹啊。海口故事屋内底除了有故事册通好看，场地嘛会用来举办真侪无共款的展览甲活动，互大家当更较了解世间各种的故事。进前嘛有新品的行动图书馆来到遮，5回10集的绘本，互囡仔看甲真欢喜。带他们来认识不一样的看书的那个情景，手作也可以增加他们手眼协调。透早10点到下晡5点拢有开吼，欢迎大家吼有时间会当来参观。海口故事屋毋但是甲历史建筑重新再利用，提供外地来游客一个特别的景点，更加是互在地大人囡仔会当来遮听故事、看展览，促进人文交流的好所在。大家一起来看书。记者综合报道。那明年的台湾灯会要伫新竹市举办，新竹市即马有里长招社区的民众做伙来画传统的高压灯。西亚吉林路又搁新竹名产贡丸米粉，高压灯点面五彩缤纷，真眼目。新竹市明年要举行台湾灯会，文雅里的里长特别号召里民做伙来彩绘传统的高压灯，参加的民众对6岁囡仔到60万岁时代拢有。我是画国画的，对，有很大的差别。有，因为国画是就在桌上这样子平的这样画，灯笼它就是这个是软的，因为它是铁丝的，所以我第一次画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是要怎样下笔下去，因为它这个会有皱褶，它其实不太好上颜色，对，所以水分要多一点，这样比较好上色。
里长讲办这个活动，才知影原来大家这熬话，嘛真欢喜会当透过活动，互里面通好自做伙，互社区充满活力。人际关系啦，吼，甲一个人啊，非常有这凝聚力。没有办之前，完全不知道说里民这么多才多艺，办了之后发现真的里内其实住了许多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些彩绘高手。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社区的力量呢，来创造一个属于社区的一个灯区。这届歌灯彩绘的目标按算250粒，计划在年底进行完成。这个歌灯过年前会挂在社区内，居民期盼4到几摆的歌灯在灯会成做影卖焦点。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文学馆有出一本囡仔册，要带囡仔用台语来念诗，有收一寡适合囡仔读的台湾古典诗，更有影音档案甲网架。这本册会当读、会当看，嘛会当听。大都独快意。成立国小的学生，毋若用台语念诗，用唱的嘛真有味。我七经不才，苗路用汗水。现场小学生念唱的，拢是台湾作家写的5言甲7言的古典诗，全部收录伫这本册内底。规本册有趣味古水的插图，阁有白话字，会当看嘛会当听。定情昏昏。比如讲，咱讲食米啊，吼，肉粽啊，肉粽节啦，是讲动物啊，吼啊，拢是甲囡仔的生活内底拢有较有关系。台湾文学馆对2年前开始收集一寡台湾古典诗，逐档出版台诗囡仔册，互囡仔看。拄出版的这本新册有热烈的过年气氛，元宵马花灯。同齐做圆仔，嘛有寒天，甲厝内猫仔做伙乐眠，会当感受台湾四季无同的日常生活。这道会当用这个叫做台湾的这个白话字，来甲咱的台语的音给写出来。重点就是会当望这个囡仔，因其实好有在学啊，所以伊透过这个罗马字白话字，透过这个白话字，伊会当去更较会当较长期的去。记忆这个声音，会当看嘛，会当听的台诗囡仔册，今年第1摆增加白话字，阁有囡仔念诗，互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来学台语诗。记者陈亚军、罗维做台南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即马结果虽然还未正式公布，不过拜登看起来是稳赢的，而且已经有8成的美国人认定拜登就是美国后一任的总统。所以一寡所在已经出现拜登的热潮，亲像伫北京有一间拜登捌去食过的小食店，即马生意强滚。那伫日本呢，新本馆有一个店长，伊名读起来甲 Joe 拜登真hòa音，即马伊嘛是唱呱呱。店仔内底外口刻甲满满满一间油漆茶馆，最近红遍海内外。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捌来遮食料理，吸引真侪人小生上门要食这好食的物件。我也是从这个媒体消息上听说过，拜登曾经来过这里。那么我今天散步到这里，顺便来看一看，就是叫打卡。希望他抓紧控制住疫情吧，让全世界都变得更好一点。拜登到这间店仔来食是伫2011年8月，伊做美国副总统的时阵，伊是第1摆访问中国，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陆家辉，还佫用微博征求网友推荐在地餐厅，引起真侪人注意。最后决定伫这间餐厅食饭，互头家甲即马依然是会记哩。上次呢，他吃了这个我们的制作的这个炸酱面，还有我们的包子哈。现在呢，我们这个菜品呢更加的这个丰富啊。拜登伫店内食饭的相片，互营业增加不少。真侪人来到这，就是要按照拜登套餐来点。即马拜登伫选举当中胜选，也搁一摆为这间店带来新一波的消费高峰。受拜登呼召影响红起来，也搁一本新本馆的山道顶店长梅店长。原本梅店长这一本名字发音是有咩打犹他卡，啊毋过卡斯以单纯汉字发音就会正做拜登长，就亲像甲拜登共名。アメリカの大統領遠いその
存在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それがたまたまこういう形の中で名前が読み方が一緒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随分、親しみを持った中で今電話が通じか分かりませんが、まあ手紙は書い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因为安尼巧合过去几工，梅田长正做海内外媒体拢报道的人物，有人建议伊飞到美国会去拜登，或者是邀请拜登到山道顶佚佗，邀人讲生笑。未来照名字当中市省梅田的人，拢应叫做拜登。记者综合报道。寒天到位啊，吸着冷水是冷叽叽。毋过伫俄罗斯，介意伫寒天、冬天游泳、介意这项运动的人是真欢喜。伫敢若10度的低温跳入去冷叽叽的水底游水，别人看落是皮皮喘，毋过爱这款运动的人讲安尼乐通家。一边大声喊，一边跳下水的，对这阵爱受水的人来讲，愈冷是愈好。下哇！伫俄罗斯上西边的加里宁格勒，这嘛是冬天，11月初有几60位爱受水的人伫咧遮，温度才10度，因跳入去冰冷的湖水内面受水，边仔看到的人拢起价冷笋，因是受甲真欢喜。Отлич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Вообще ощущения всегда бывают очень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е, но всегд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ые.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выходишь с воды, ты понимаешь этот контраст и чувствуешь какой-то прилив сил даже. Не холодно, наоборот, тепло становится. 来游的人男女老幼拢有，甚至有规家伙仔做伙来。当地东英俱乐部每年11月开始就行程排甲满满。往年毋但是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抑个波兰的爱受水的人拢会做伙来参加。不过今年因为疫情，边境拢封起来，所以人有较少。5 лет живя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е, я ни разу не болела там простудными, вирусными заболеваниями. То есть,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моржевание, оно тому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Это помимо влияния на иммунитет, а еще оно дает какой-то вот заряд бодрости, энергии. 虽然介意的人认为冬天受水好处真多，不过医生讲唔是大家拢适合。有一寡研究指出，若伤冷受水，可能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民众若想要试伫咧冬天受水，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身体敢会堪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巴西有2个少年家，这2个少年发明家发明扫帚的高龄车，伫塞车的时会当自由软车旁，拢唔惊塞车。若伫荷兰有学生囡仔利用回收的废弃物做一台电动车，唔通看废弃物无点，这台电动车时速会当到200多公里。咱做伙来看卖。这台黄色运动型的2人座电动小汽车，卢卡是荷兰安和芬科技大学22名学生，用了1年半时间，用各种回收废弃物组装斗起来，打造车身的塑胶是来自电视、佚佗物甲灶骹用品的废弃物，伊也是用牙齿卡甲尾门组合而成的。你唔通以为这台车敢若是佚佗物，实地测试这台车上悬时速能达到90公里，若是电解充好饱，能达到时速220公里。So we wanted to build a sustainable car, and at some point we read that there are 2.1 billion tons of waste every year. And while we think that's not necessary, we actually see waste as a really valuable material that can be used in complex applications. So that's why we thought we're going to build a car out of waste materials. 废物回收搁再利用，也是用一满脑筋变出新的物件，拢会使来节约地球资源，也证明伫巴西2位少年的发明家所开发出来扫帚一轮车。因伫个电动的一个轮仔顶面加装一支扫帚，看起来敢若亲像英国作家 J.K. 罗琳女士《哈利波特》小说内底巫师甲巫婆所骑的飞天的扫帚同款。伫巴西，亲像圣保罗这款人口真侪大都市，上下班的时阵，汽车踏伫个马路上袂顶袂当是定定看到代志。这个时阵大约743块美金的扫帚一辆车，就是会使用60公里的时速伫大路软来软去。发明人讲，甲这用伫城市点对点的通勤是真适合的。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透偏东风，水气冒较减。除了这方面的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地渐雨，伫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这礼拜温度嘛明显回升，伫西半部高温有30度，不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加套衫。天气好，空气品质无啥好，西半部空气品质拢较歹，是感冒式急速。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是19度到2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香竹，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